好多道理咧，真係要你做咗一輪管理之後先至體會到嘅。嗱，從業務精英晉升上管理層咧，都有個通病嘅，就係覺得下邊人好垃圾，經常忍唔住自己出手。嗱，認真觀察你就會發現咧，但凡你插手嘅都係自己嘅專業。銷售出身嘅個個大客都要自己親自去管理，技術出身嘅巴不得每行代碼都要你對齊一次。嗱，因為專業咧，所以你好容易發現呢個專業相關嘅問題。其他方面點解就冇咁挑剔咧？人事好完美咩？財務真係零差錯？根本唔係。實情咧係你對呢啲唔專業，涉唔入去，甚至根本冇興趣，得過且過。嗱，反而嗰啲咧樣樣都唔精通嘅老闆就輕鬆好多，就係要結果有數交就得啦。過程點做嘅一概都唔想知。而你咧越係忍唔到手，就越培養唔到人。你越攰，佢哋就越廢，越得唔到鍛鍊。嗱，所以我奉勸各位業務精英兄弟咧，將來有機會上位做管理啊，大差不差就好啦。結果足夠好，過程就咪吹毛求疵。每個人做嘢有每個人嘅方法，唔好夾硬將你嗰套套喺人哋身上，人哋一定按你咁去做。做咗一輪管理之後咧，你會明白，證明自己業務能力比下屬強咧，係一件好傻西嘅事。你唔掂就唔係你升上嚟坐呢個位啦。但公司期待你嘅係上嚟管理啊，唔係繼續單兵作戰。你存在嘅價值唔係向大家證明你自己幾劈得啊，而係要令到你班兄弟姊妹都有幾劈得啊嘛。啲下屬越嚟越覺得自己冇你犀利，就會好自然咁諗啊。既然我都做唔好啊，不如你做晒啦。人都係咁嘅，你越係講佢垃圾，佢就真係越嚟越垃圾。你越話咁樣做唔得，佢哋就真係越嚟越唔識做。佢哋越嚟越撇，你就越嚟越攰。然後咧，你痛定思痛，換人。但係再請翻嚟佢，繼續垃圾，甚至衰過炒咗個班。你開始反思，佢哋之所以撇，係因為怕犯錯，而怕犯錯咧，係因為佢哋唔知道點做先啱，所以咪明哲保身咯。最緊要唔好俾你跌，係嘛？你話點做我就點做，你唔推我就唔喐噶啦，實冇死錯。偶爾做啱咗，我都唔係好確定。老細你話啱咪啱啦，反正聽落至少今次冇做錯。耶！長年累月俾你鏟，大家都知道你唔中意咩，至於你中意咩，我哋都唔知㗎。所以做管理，我建議你啊，該讚要讚，該彈就彈。除咗去鼓勵佢哋增強佢哋嘅自信，仲可以樹立是非觀念，俾佢哋知道你嘅要求喺邊，點樣做嘢先係你欣賞嘅方式。做咗一輪管理之後，你會明白，你管理嘅對象唔係一群人，而係裡面嘅每一個人。點解講要做一間公司，甚至連關電腦、關燈、關冷氣都要建立一套規矩啊？嗱，有日返得早，你發覺展廳冷氣冇關，開足一晚通宵嘥電，你就喺早會上面啲大家啦，啲所有人冇主人翁精神係嘛？嗱，有個同事係覺悟高啲嘅，好聽你話，從此每晚落班都會檢查空調關晒未。大家見日日都佢關冷氣，就日日指意佢關。於是有一輪，你發覺呢個錯誤就冇再犯啦，你就讚大家進步咗啦，團隊主人翁精神提升咗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，日日關冷氣嗰個點諗咧？日日得我做，老細唔知，唔通我主動話俾老細知啊？係嘛？既然老細唔知，其他人又唔做，點解我仲去做啊？係咪好正常嘅心理啊？寧願一齊俾老細啲，總好過我一個人蝕底啊！不患貧患不均，邊個都會心裏不平衡。於是隔三差五又開始冇人關冷氣啊！你再次開啲團隊冇主人翁精神。其實只要你留意下見此及彼，你就會發現團隊裏邊好多問題都同關冷氣好似嘅。譬如你安排一件事，等佢哋商量分工，好難有結果嘅。反而你明確指定邊個做乜，件事先會有人做。做咗都唔知係邊個做嘅嘢，係唔會有人主動做。管理最難嘅就係一碗水端平。雖然管理好難有一個處處都啱用嘅標準答案，但無非就係嗰啲人嗰啲事，實在搞唔掂嘅，隨時揾幫哥。仲係嗰個幫得就幫。嗱，by the way啊，團隊永遠有管唔完嘅人，管唔完嘅事。只要業務係不斷向前跑，就耍鋪贏於，明白未啊 ，bro？